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新的一年，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是的，当我们谦卑向神祷告，神必会从天上垂听，因为他是赐下恩典、怜悯的神。在今日早晨，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再一次的来寻见我们的神。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无论心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接下来我们为自己的心来祷告。在这个动荡的环境中，我们的心可能会受到动摇或者是影响，甚至是面对人际关系、家人关系的难处，不晓得该如何面对，以至于我们的心不安稳，感到软弱无力。愿施恩怜悯的神再次坚立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有信心面对每个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有丰盛恩典的神。让我们再次立定心志，更多渴慕倚靠，更多的向神祷告。我们一起同声。接下来我们为过去的一年以及新春年节献上感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数算他的恩典。神是我们生命中的救主，无论得时或不得时，神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为新春年节与家人的团聚来献上感恩。或许我们在面对原生家庭，我们是开心且充满期待，但有可能有一些人会感到沉重失落。但亲爱的家人，不管如何，当我们走到神的祭坛前，神必会赐下医治能力，
愿神使用我们在家庭中成为福音的出口，使我们全家都蒙神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为过去一年献上感恩。主啊，你说我们要常常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越数算，我们就会越有能力。让我们越数算，主啊，你的恩典就要来覆庇我们。主啊，我们也为新春年节与家人的团聚来祷告。主啊，真的是愿神能够来赐福主啊我们的家庭。主啊，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因着神而蒙福。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大大的主啊向神来开口来感恩。主啊，你的能力主啊就会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最后，我们为今日牧师的正道与所有的服事人员来祷告，愿神能够来赐下恩膏与能力，让我们在今日的服事，主啊，可以来高举荣耀神的名。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啊，我们将今天的主日崇拜然后在上帝的手中。主啊，愿着圣灵主啊来充满在这里。主啊，真的是愿神能够来膏抹牧师的口。主啊，那是不是他所传出来的话语，主要是蛮有能力的。主啊，愿神能够赐福我们所有的服事人员。主啊，我们站立在这里，主啊，一起来荣耀高举神你的名。主啊，谢谢你。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立定心志，使我们更多有渴慕神的心。也愿神带领今天的主日崇拜，大大恩膏下牧师的口，使他所传讲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主啊，也愿今日的服事团队与同工来祷告，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司其职，主要靠主得力。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那邀请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可以跟你左右旁边的人问安，可以跟他说声新年快乐。我们一起来大声拍掌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面前，所以当我们大大张口，神的灵就大大的来充满我们，阿们吗？我们一起来拍掌。一直向我多天空。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祷告，让主的复兴来临。感谢你在我们新春过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次到你面前，迎接新春，也迎接神从天上来的恩典跟福气。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周的假期当中，我们有亲人的相聚，我们有休息，也有旅游，也有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赐下的恩典跟祝福。假期结束，我们在各行各业开工之前，在这个主日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再一次迎接神的恩典，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你所晓谕的话语，让我们有得着力量，得着智慧，得着属灵的恩典，继续向前迈进，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的同在，所赐下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祝福。愿神悦纳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得着神的启示跟智慧恩典，也让我们的服事蒙神的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亲自同在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请我们一起要来祈念使徒信经来一起来见证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节记载在《申命记》第28章1到8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读。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的上帝，切实遵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一切诫命，他就要使你们比天下任何国家强大。你们听从上主，你们的上帝就会得到这一切福泽。上主要赐福给你们的城镇和田园，上主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多子多孙，五谷丰收，牛羊繁多。上主要使你们剩谷物和揉面的器具都蒙福。上主要使你们出入平安，事事蒙福。上主要击败前来攻击你们的敌人，他们要从一个方向来攻击你们，却要向四面八方奔逃。上主，你们的上帝要使你们的事业蒙福，使你们的仓库充满粮食。他要在他将赐给你们的土地上降福给你们。接下来，献诗请泽荣小组，他们要献的曲目是新年主曲。献诗完，请本会夏牧师来证道。他所要讲的题目是“耕种有福之田”。愿你快乐，愿爱的
谢谢我们的子龙小组哈，他们很用心的特别挑了这一首很应景的祝福的诗歌啊，特别是主曲了哈，把一切的祝福用诗歌用唱的来祝福大家，愿神也满满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新春过后的第一个主日哈，其实还在春节当中了哈，我们也隔壁祝福一下哈，新春猛虎加倍恩典好不好？给隔壁祝福一下。是的，我们今天也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再一次领受这个有福之田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我们在走在有福的确据里面，有福的恩典里面。我们先来分享，我们先来做祷告，再来分享神的话。慈悲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是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有许多人的能力无法克服的一个情境，但是当我们安稳在主的手中，当我们走在神祝福的道路，我们就心中踏实，我们心中有得恩典，我们也确信我们是在耕种有福之田。愿这个有福之田是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一直栽种，一直成长，也要大大的兴旺。愿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语哈。我们记得这几个礼拜，牧师都用生命记，就是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法令，让所有的百姓有一个依规可循。就像上一次牧师所提到的，在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能够把一条有福的确据，或是一条蒙福恩典子孙蒙福的轨道，把它铺好，然后让后代的子孙一起跟随。那今天的圣经的经文在28章第1节到第8节哈，哇，里面有很多的祝福啦，就是说神把各样人最需要的福气都排列了，但是开头做了一个邀请或是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的上帝，意思是说一切的恩典福气随时的预备好了，但是前提是你们有遵守神的话语跟命令哈。那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有这样子在描述哈，申命记28章第1到8节到第8，他说：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的上帝，切实遵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一切诫命，这是开头摩西来交代以色列百姓的。如果你们听，而且遵从所颁布的法令，意思是说，神把这条祝福的轨道、祝福的路已经铺好了，但是你们要遵守这条路来行。他第一个祝福就是说，他要使你们比天下任何国家强大，先祝福这个国家，然后第二节又再一次提醒了，你们听从上主，你们上帝就会得到一切的福泽。连两次一直提醒说，你们听从上主，你们上帝，那表示说，神把他的诫命、把他的条例，是把他的要求看在最前面，或者说最基本的，然后后面就一直描述上帝要什么福气给他们。等一下我们在后面会再做一点这个安排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文的福这个字哈，它是一个口加一个田呐，就是有一口田，然后左边是一个祭祀的祀这个字哈，就是有一个敬畏的人会有一口田，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福口田，我们可以从我们中文的一个很古老的解说里面，就会看到这个田字在从应该是仓颉造字，这个田字大概没什么大改变，这是古代的田的字样哈，真的就是一口、两口、三口、四口这样子。那有的古代的这个字，包括甲骨文里面哈，有的是有6口的就两横的哈，这个是标准的田字，是从很老久了，我们的老祖宗就这样子传承下来，表示这个田它是象形文字，很清楚的。刚刚我们看见这个田哈，但是如果说
我们在中文里面有关田地的文字是很多哦，比如说我们有菜圃的圃，圃哈是园，很多字都是在跟田有关，但是这个田它有特别做了一个界定，他说田就是种禾稼也，田就是你有在耕作啦，才叫做田，不然有荒地对不对？有旷野，有沙漠，一片土地就不一定是田，田是有人在里面耕耘的，所以他说以耕者曰田。那这个田就表示上帝赐给这个大自然，但是人加入在里面的，它才叫做田。没有人在里面运作的痕迹，那就像一片荒野。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从经文里面，从古以来我们就拥有了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一口福田。这个田不只是一个能耕作的田，而是有福之田。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跟祈求。那这个有福之田怎么耕作呢？有福之田是什么意思呢？在箴言的10章22节这样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有福的人，他是除去忧虑的。富足并不一定是每一件都好事，富足要不加忧虑。不然有的人虽然空有豪宅美屋，空有豪车空有一生的这个积蓄，但是心中没有平安，那些变成他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田字去看见，有人耕耘的田才是真正被神所祝福的。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都把这个8个福气放在跟随神的话语里面的祝福都描述了起来。8福从那个福开始，然后证明上帝的儿女确实是有福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换句话说，你领受这个福气是有一个根据的，而不是平白下来的。那这8福我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虽然不是从头到尾巨细靡遗，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见这个福气的根基。他说，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邻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邻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见说有福了，有福了有福，我们通常人的基本点是说有福我都要，但是减少那个要付出的代价，或是要去努力耕耘的部分。但是主耶稣很清楚跟我们讲，你有福是因为你使人和睦，你有福是因为为义受逼迫，你有福是因为你饥渴沐浴，你邻续人有清心的人。所以这个有福是要耕耘来的，而不是平白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上帝赐福给他儿女的故事了这个都是我们平常就常常讲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看见神的儿女得神祝福的，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创世纪开始记载，上帝造人，将人置放在美丽的伊甸园中。神把儿女放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伊甸园里面。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因为他的爱，而将最美丽恩典赐予他。从遥远的东方，然后一直奔波，一直移民来到迦南地。然后上帝说要赐给他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虽然亚伯拉罕他还没看见应许之地在哪边，但是因着信他就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也看到约瑟他被卖去埃及，看似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挑战，但是把咒诅化为祝福，成为他的家族一个得拯救的一个根基。
如果没有他，也许亚伯兰这个家族就消失掉了。我们看到但以理虽然是在国家灭亡的时刻，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在异邦服侍异邦的王，但是上帝跟他同在，他就成为救赎他家族或是他的国家的一个伟人这样子。我们看到出埃及记记载了上帝照顾他的百姓，经历水火也不遭害，反之成为喜乐、自由、幸福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些福气是从神而来，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期待这样的恩典跟福气，我们每一个人都掌握住了。我们刚刚说种一口福田，这个福的田，这个田地，因为既然是有人耕作了，那你就是要付出一个耕耘的代价，或是按照时序、按照天气变化，你去耕耘。我们都多多少少了，你即使没有接触过田园，你都知道现在的四季变化很大。很多农夫春天到了就预备要栽种、要耕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100%把握说，那今年我会不会丰收？虽然我已经预备好了，土地也耕耘了，杂草也除去了，土也松软了，撒下种子了，但是还要看到底天气好不好，气候适不适合，这个温度适不适合，这一个台风会不会来？我们去年一年很多人很了解，什么水果出了很多，表示气候适合这个水果。但有的水果很贵，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天气太凉啦，雨水太多啦，或是不下雨啦，那个水果就不好吃了。我们都会看见这个土地的变化是跟这个天候跟时间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人的耕耘是基本的。我记得我的故乡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岛，那边没有像我们台湾我们知道台湾有台风嘛每一次那个溪流在台风一来的时候，从山上把那些泥土冲刷下来。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整个西部的平原大概都是这些从山上冲下来的那些肥沃的泥沙所堆积起来，叫做冲积平原，对不对？一直冲，所以台湾原来的土地是瘦瘦的啦，因为每一年的台风，每一年的大雨、大水、洪水、土石流一直冲下来，所以很多人在溪边种植那些瓜果都非常的肥沃，因为从山上那些千百年来的树木所掉下来的腐殖土，然后让整个土非常的肥沃。那西部成为谷仓也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台南以前在郑成功的时代，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还是水地，那是因为一次一次的台风把从山上的泥沙带下来，才慢慢把我们整个台南的腹地都全部填满了这个泥沙，一直到七股一直到安平，一直到市草那个地方。那讲这些，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上帝所恩典的，他因为每年赐给我们这么些都肥沃的土地。我说我的故乡是一个小岛，那个是火山岛，所以呢根本没有什么泥沙，没有像这个冲积扇平原都没有。所以我记得我阿嬷她那个时候嫁到我们下家来，那个时候刚好大概是日本时代了日本时代，然后要接那个战后那个时段，那个时候刚好物资也缺乏，所以她说她嫁过来要跟他们那些妯娌那些她的姑姑小姑他们一起都要到农地去。那没有什么农地是一块荒废的那个斜坡，然后他们就要拿那些锄头一片一片的把那些泥土里面的沙那个石头大块的把它挖起来，然后把它堆垒到那个边边的，因为它是一个斜坡嘛，用那些石头把它拨砍起来，然后好不容易有一块小小的平地，那平地呢都是石头，所以要一直挖，至少挖到那个种植可以生根的那个深度。而且因为用锄头挖
大的石头，小石头也捡不完啊，还要去拿那个类似筛子哈，用铁的筛子把它筛一筛，把那些稍微粗一点的石头把它倒掉，然后剩下那一片土。因为那边的那个软土很少，而且那个土也没有什么营养，因为都是火山所形成的。然后他们就用那块小小的土地种花生啦，种那个甘薯啦，就是我们的地瓜啦，要不然就种一点那个杂粮，类似玉米啦、高粱这样子。所以每一次耕作都觉得很珍惜，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可以种啊，哈。而且哈，那个泥土非常的硬。每一次种植哈，我们知道台湾，我们那些沙土啊，我们在大西边啊，比如说你们到北港不是有出花生很好吗？那些花生，那些农夫啊，只要把整丛的那个花生叶子把它拉起来，那些花生都连在那个根里面，对不对？整个拔起来了，就拔掉了。只要把它拔下来，我们地方乡下的泥土，一旦经过雨水过了之后，就硬起来。它在土里面生长哦，那个上面的那个植栽拔掉，那个花生没有办法跟着上来。所以我们的前辈、我们的长辈，他们都要用那一个小小的那个耙子哈，一片一片土地，把它全部挖一遍哦，因为那个花生都埋在土里面了，整块土地翻一遍。还好我们那边的土地不多，如果像台湾呢，要一分地一甲地，那还得了？因为土地硬到不可能那个花生会跟着拔起来，所以就是那样的辛苦的环境当中，每一年他好不容易收成了少少的花生、地瓜，还有那些高粱、玉米这样子，所以呢，土地的耕耘是要用心血去的啦，要努力去的。我也看见谢牧师，我们谢牧师他的故乡，他的爸爸也是从年轻就是守住那一块田地，也不是说很肥沃的，因为在半山上嘛，不在我们那个平原里面，那个泥土非常的肥沃，还是要每一天去耕作，每一天这个比我们上班的还勤呢，因为一早就要去了，傍晚才回来，就是一生就耕耘那一块土地，所以田地有福之田。不是白白的，你放在那边野草都生起来了，要去耕耘。所以呢，在这个新年新的季节开始了，我们期待我们有新年的新希望跟祝福。我们从诗篇26、25篇得到一个神的恩典。早上我们在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我们有读那个启应文了哈。启应文里面我们周报也有，就是在记载了神的祝福的一个经文。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投影片当中看见哈，我们要迎接丰收的祝福。诗篇65篇第9节，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大地回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地，好为人预备五谷。”神要在一个我们人一起搭配的耕作之下，神要眷顾大地，然后透下透雨，使大地回美，河满了水，浇灌了，所以这个土地每一个环节都兼顾到。神要让我们得到丰收哈。还有65篇11节，我们很习惯读的这段经文：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第二个，我们在新年的祝福里面，我们要蒙赦免，我们要得医治。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以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是在103篇的3到4节。弟兄姐妹，我们再重回到这个田地，我们都知道无论我的故乡谢牧师的老家，或是我们一般在种田地的，你们都知道，我努力耕耘就不一定有收获，更何况不去耕耘。但是耕耘，你要除去杂草，你要除去虫，你要除去很多硬地的
这个干扰，还要包括气候要好，风调雨顺。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诗人在讲说，汗滴滴到土里面，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们人因为耕耘了、流汗了，在这块土地上，你把一切障碍排除掉，把一切的困境排除掉，把一切不好的因素排除掉，我们的五谷才能够成长。换句话说，我们要种一口生命的福田，我们也要一样，愿求神帮我们除去一切的罪孽。所以蒙赦免的意思是我们得福气。为什么有人说我得恩典得祝福你祷告蒙应许，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呢？有时候我们不是说谁比较上帝比较偏心谁，上帝比较爱谁，不是是因为你曾经有某种障碍或是某种阻隔在你的身上，你要求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医治一切的疾病，让我们脱离这些捆绑。他说用慈爱慈悲跟仁爱来当为我们的冠冕。第三个，我们也要享受从神来的祝福，享受欢乐跟恩典。诗篇103篇第5节，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还老还童。我们的周报里面的那个这个大纲文这个鹰写错了，是如鹰鸟，老鹰还老还童的意思。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那我们有的到处去旅游啦、吃美食啦、逛街啦，有的是亲人好友相聚。我们明天开始就要恢复我们那个这个绷紧神经啦，或是绷紧我们的花条，准备一年的努力。那请记得，上帝从不留美物不给儿女，这是从我们申命记28章1到8节所给我们的应许。上帝他毫无保留的要把所有的美物不给就都把所有的美物美好的物都要留给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福气是怎么样的福气有上帝的同在就有福气。我们所拥有的福气是来自上帝的同在，就如同彼得捕鱼，他一直因为顺从上帝的指示，耶稣的指示，他就撒网到水深之处。这是我们以个人的经验上是违背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在那边跟门徒相见的时候，他说门徒一夜劳累都没有得到什么收获。耶稣讲完道之后，就跟彼得说：“你把船开往水深之处，在那边下网。”从彼得的抓鱼的经验，在加利利海，他知道那个地方，在他的经验是抓不到鱼的，但是因为顺服了，因为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听从耶稣的话，他就照耶稣的指示，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网来撒下。圣经说，鱼满了网，而且几乎要破掉。其实我们人有时候劳累一整夜都没什么收获，你常常会有点抱怨说，我又不是不认真又不是不努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请记得，你是不是有走在神的恩典跟同在的路上？所以拥有上帝的同在，就能有丰收。所以我们要彼此勉励，说我们常常亲近上帝，向上帝祈求，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从1到8节里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应许是什么？他说他要使你们比天下任何国家强大，而且使子民超乎万民之上，使他们在世上中间得到尊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百姓是不是有幸福感？他不是得荣誉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全世界的100-200个国家嘛有的国家在世界的那个眼光来看就是微不足道，有的国家是被尊敬的。我们真的很感恩的我们台湾虽然这块小岛其实不大，但是有2300万的人口。你会感受到这段时间台湾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台湾在
这个国际的政治的氛围之下，我们在国际地位其实是一直没有办法见光的。但是台湾人不是因为这样就自甘堕落，或是自己感到很残碎，没有，我们就是兢兢业业的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当然，我们是在产业上有非常棒的发展。我们台湾的各样的产业或是人才的培育，真的是让人家刮目相看。所以这几年当中，特别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我们台湾也能够得保全然后在世界的曝光度就很大，包括我们的科技产业。所以，我们发现台湾人以前感觉自己说是台湾人，觉得还有点羞愧，但现在你很勇敢到国外的时候，你说我从台湾来，你的护照很好用，因为我们的护照外面的黑市一本要好几万的钱，因为大家抢着要，有没有100多国来接受我们这个免签？那换句就是说什么？因为你的国家有信用嘛，你的国家的经济够好，人家才会信任你。所以要说神的祝福要使你的国家强大，万民之中被尊敬，那个是一个国民最大的祝福。那我们又看见神的第二个祝福是要赐给你们的城镇和田园，无论在何处得赐福，能够祝福城市跟乡镇田园。那我们常常看到说，台南就是古都嘛，已经400年的发展了。那很多人在讲说，台南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们在地人都觉得，没什么好去的。那奇怪，外地人很喜欢来。听说安平小镇安平那个小小的一个区块，全国好几百万人来最多人口的就是到安平去，要看那个老街。我们这个城镇呢，如果有神的带领，有一个古老的文化在那边发展，那又有我们现代的科技在这边发展，那真的是我们的台南市是猛虎的一个都市。那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这个城市居民发展非常的顺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的那个气候都得神的祝福。第三个祝福说，上主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多子多孙，五谷丰收，牛羊繁多，生养众多，遍满天地面，家族产业要兴盛，这是我们基本的福气，也是神所要赐福的。再来，上主要使你们的谷物和揉面的器具都蒙福，生活得饱足，物质要充裕。那其实这样的祝福，我们在台湾的百姓会觉得这个是基本的，没有什么嘛，对不对？请记得台湾人各样物资丰盛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典。在很多国家你说有那么多的水果，那么多的谷物，那么多的餐厅那是真的是不简单的。所以很多人到国外去旅游，发现还是回到台湾最好玩，因为台湾吃什么都好，而且很便宜。在国外有的地方它的那个3餐要贵到你不想下单，因为太贵了。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古代，你的谷物跟揉面的器具都蒙福，那表示说你的餐厅不缺了，你的厨房不缺东西，不会像我们现在物资丰盛的不得了。那这个是神给百姓的祝福。还有一个祝福，那更重要。他说：“上主要使你们出入平安，事事蒙福。”圣经里面的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他要击败前来攻击的敌人，敌人从一个方向来攻击，就要从四面八方奔逃。”那这个是现代中文所写的。换句话说，敌人好像势如破竹要攻打你，但最后变成落荒而逃了落荒而逃就是到处跑他从一个地方来是表示有组织的、有目标的，而且是充满信心的。他从四面八方奔逃，表示已经溃不成军了。所以那个和合本他讲的话比较让人家记忆深刻。他说，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
必从7条路逃跑，1条路攻击，7条路逃跑。我们知道台湾虽然很安定，很多人享受美好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是存在了威胁和攻击。但是神的祝福会让我们出入平安，事事蒙福，又不怕敌人的攻击，这是我们最得恩典的祝福。最后还有这段经文里面还有讲说，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所犯的一切事上，耶和华的福必临到你，而且耶和华的神，你的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土地上赐福于你。弟兄姐妹，我们看那些福气好像洋洋洒洒摆了一叠，但其实我们真的是说，我们有一种谦卑虔诚的心说，这一口福田，有福之田是我拥有的，我要努力去耕耘，我要努力去追求，我要努力去寻求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勉励在生命中我们怎么样去拥有这颗福田？这一块福田，有福之田，我们需要我们有上帝美好的特质去领受。就像这块田地，我们有认真去耕耘了，我们认真去守候了，然后这个恩典就在我们的守候当中来实现。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跟神亲近祷告，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了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特质。第二个基督徒的生命特质是爱慕他，上帝与爱慕他的人同住，并且向他显现。上帝看重那一些愿意亲近他的人。第三个，默想他。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神迹，在生命中所领受的恩典。再来是安静的心里倾听神的话语，安静用心倾听圣灵对我们所诉说的，你的内心的良知会感动、改变、催促我们。倾听顺服圣灵的教导，就会明白神的心意。换句话说，我们祷告是讲给神听，但是你另外一面是倾听，安静的。当你读完一段经文，你就默默的领受说：神啊，你到底从这个经文要对我说什么？倾听是让圣灵说话。再来，我们要跟随主的脚步，常常跟随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并在生活之中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就会蒙福。这是按照申命记28章1到8节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在生活上把它实行出来。第二段部分就是我们要常常述说上帝的恩典，所以要见证神的祝福。就好像我们在说见证，我们在生命见证出来，就是以生命来注释圣经的意思。圣经的话语是用我们的生命把它活出来的，而且证明上帝能用大能的手来改变我们。因为你常常述说，你就会更经验神的同在。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行在光明中。我们要有使徒的特质使徒的特质就是好像活在阳光之下，在神的恩典光明之子，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活在光明里面，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陪伴，我们在光明之中成为一个光明的儿女，喜乐跟平安。最后是活在信心里面，要相信上帝随时跟我们同行，将上帝的尊荣、喜乐、光明来活出来。我们基督徒跟一般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特别是我们处在这个社会、这个文化、这个氛围当中。但是我们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内心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所以你就会活出那个生命的光辉出来。所以我们期待新的一年之中，我们得到这些祝福。这些祝福是什么呢？上帝将多而又多的恩典跟福分加添在我们的家庭、事业、教会跟国家之中。新的一年，明天开始，各士农工商都要开始了。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变化很快，
产业也变动了很多。我们刚过一个春节，就发现说全世界那个 AI 的那个产业突然间产生个大变动。那台湾刚好在春节当中，好像纹风不动。那明天呢，股市一开市，不知道会怎么样。你看那个变化何等之大，一个春节假期就会让一个产业有时候从高峰跌到谷底耶。但是我们期待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多而又多的、稳定的，上帝的恩典加添在我们的家庭、事业、教会、国家之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跟神呼求说：是的，主啊，这个有福之田，愿神为我预备，但是我愿意努力跟随，一起耕种，就像农夫，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天气凉冷或是炎热，他就一步一步的去耕耘，让这块田地在神的祝福之下，时间到了，结出了饱饱的果实或是鼓励，让我们享有神所赐的丰收，好像恩典跟冠冕都存在在我们当中。愿神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能耕耘这一块有福之田。也许你是在产业当中，你是在上班工作，你是还是一个学生在读书，或是你自己在做生意，也许你已经退休了，但是愿神让你所耕耘的田地是一块有福之田。神透过这个有福之田，在见证上的同在，也见证神跟你一起耕耘的一个美好的成果。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见证神的恩典。这首诗歌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一个传统的诗歌，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感受神让我们一起耕耘这个有福之田所得到的恩典。我们坐着唱，然后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回应祷告。一起来。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宝血，只要凭着纯一信心，能洗罪污白如雪。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感谢主，信靠耶稣真是甜蜜。愿我们能够从生命当中体验信靠所得到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在音乐当中，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第一个，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让我真正耕耘那有福之田。也许你心中的有福之田是你的事业，或是你的健康，或是你的家庭，或是你的生活，还是你准备要成就的一件事情。愿我们因为依靠敬畏神，神亲自来应许我们。你把你的有福之田交托在神手中，愿神亲自来应许，让你将来能够享受丰硕收割的成果。第二个，我们也求主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障碍，就像一块田地需要耕耘，需要除杂草，除去石头石块，我们有很多罪在我们当中，求神亲自除去，让这些罪不会阻挡我们，让我们因为有神的赦免、神的洁净，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得到祝福畅通的管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第三个，我们求主来保守
我们家人都能得平安跟喜乐。我们在春节结束了，有些人陆续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家庭工作岗位。我们也求神赐福，在新的一年，家人大大小小都蒙恩典跟祝福，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也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特别在春节当中，我们听到因为南北大交流有一些传染的感冒啦、肠病毒啦，都影响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我们求神亲自医治，让我们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恢复健康，恢复体力，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在工作上更能成就神的应许。我们为自己的欠缺因为我们教会当中病痛的兄姐也献上祷告，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照你的感动在主面前来向神来祈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让我们这个主所赐的这个有福之田，能够真正耕耘的非常的肥沃，非常的成长，每一样在栽种上面的谷物都能够大大的丰收。神来求你保守，让我们在生命上有遇到的障碍、阻碍、一些残缺，神来求你亲自除去，借由你的洗净，让我们得到生命真正的医治跟平安。也求主保守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家庭为亲子祷告，为家庭祷告。我们在这个节期当中，大家喜乐平安，得到祝福跟喜乐。我们也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在遇到病痛的，求你施加医治跟喜乐跟平安。感谢主。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新春开始的这个主日当中，我们有这个福气能够到你面前，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耕耘一片有福之田。是的，主啊，这个有福之田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无论是工作的田，或是家庭的田、健康的田，或是我们心中的生命的喜悦之田，愿神让我们因为遵行神的旨意，愿意守在神的应许上，我们就看见这个田地，我们的努力有成果，我们努力有收获，得神的祝福跟恩典。虽然有一些罪在我们面前，一些捆绑在我们面前，一些障碍在我们面前，但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一切的障碍要被除去，一切的艰难要被神所来保守，能够除去这些困难，让我们这块田地一直充满了肥沃，有水，有神的阳光，有神美好气候的配合。主啊，愿这块有福之田是我们努力耕耘的，我们不放松，我们跟随主。愿神这个有福之田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神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当中，在春节过后，很多弟兄姐妹南来北往，回到自己的岗位，准备新的一年的努力。求神亲自保守大家身心灵都平安健康。在春节过程当中，也许有人不小心感冒，或是有肠胃的问题，求你亲自施下医治。我们也为教会中还在养病的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还有年老在家静养的，愿神都亲自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的平安在他们当中。神啊，让我们看重跟神的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来聚会做一个义务，而是因为我们要渴慕神的恩典跟祝福。愿神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每一天都经历到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的力量、神的恩膏。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打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圣工分配，主理是曾瑞平牧师，司理是谢承佑长老。下面第2页的下面有本周各项聚会的消息，大部分都是暂停的。周报第3页，肢体交通。本会呢定在下主日2月9号举行新春圣礼典。第2大点，本会定于2月23日主日召开定期会员和会。我们周报里面有夹一张蓝色的单子，里面有会员的名册，如果有出入的，请向办公室来做更正。第3大点，本会定于2月16日举行福音主日江怡君老师诗歌见证分享会，他要分享的主题是从哀哭到跳舞。等一下礼拜结束，会举行2月份的庆生会，名单如下，如果有出入的部分，请各位会友到办公室来做更正。第5大点，本周的周报因为春节连接的关系，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提前印制，相关的聚会出席奉献没有来得及来刊登。那2月9号呢会一起补刊登。今天中午爱心午餐是暂停供应的。第3页最下面门徒培育事工的消息。第1大点，管弦乐团团体班的招生消息，要招收第2期的课程，将在2月15号开课，为期3个月，总共12堂课程。上课的时间是每周6下午的3点到4点，在我们教会的教育中心，即日起已经开始受理报名。第4页，第2大点，2025年门训课程约翰福音书的研读，在3月6号到5月22号，每周4晚上的6点半到9点，总共10周。第3大点，富强2025年度富强门徒学校已经在1月19号正式开课，欢迎有兴趣的兄姐来报名参加。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哈，我们这个春节虽然是最后一天了哈，不过我看今天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回来的样子哈，有些可能今天才陆续要回到家哈。不过我们感谢主了哈，我们大家在春节过去假期当中，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很多的亲人的聚集啦、旅游啦，还有到国外啦已经要恢复我们新的一年的工作了哈。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一起关心哈，也今天还没回来的，我们也私下关心，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很怀念他们哈。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那个赵丁翠师母的爸爸哈，特别从花莲来，我们可以来鼓励他一下，虽然有来过，欢迎他
好，师母的爸爸哈。这是因为我们的瑞平牧师跟师母他们到花莲去探亲了哈，去团圆，然后爸爸很关心，要特别陪他们回来哈，真的难得啊。但就说明天就要回去了，求主带领他们在那边一切都平安哈。那等一下我们有那个庆生会，我们要请我们的元珍姐等一下来吹蜡烛哦。等一下在庆生的时候哈。好，那牧师也做一个补充报告啦。第一个，我们在投影片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的聚会，就是从哀哭到跳舞。我们一位音乐家哈，叫做姜老师呢，他们在2月16号要在我们当中，透过他指导圣歌队唱歌，然后他自己有演唱，然后也要见证他怎么样从哀哭到跳舞。我们也可以理解说，他怎么样在生命过程当中，除了他的工作、事业、专业以外，他的生命、他的信仰怎么样得到神的带领哈。所以我们期待我们能够邀请朋友邀请我们的慕道友一起来听，我想会得到很多的激励跟很好的见证哈。那第二个是我们门徒学校呢已经开始了哈，才进行两三课而已。我们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鼓励大家来报名，特别是去年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哈。这个参加流程非常简单，就是你第一堂礼拜的时间先来上课，然后再留下来参加第二堂礼拜，那你的时间刚好一趟来得到两种的造就哈。我们就有需要赶快去办公室来登记哈。这个是我们的课表了哈，我们的课表。第三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周间的一个查经、读经的课程，就是约翰福音的读经课程哈。那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孙宝玲教授再来指导，从3月6号开始有10周的时间，那是蛮扎实的。你要好好的把约翰福音读得非常的精确，还有读得更深入。我期待你们可以来上这个课，就是10个晚上而已啦哈。不过因为可能为了要配合有外地的学生要来读，因为他这个配合神学院的课程哦哈，所以他会提早6点半就开始。所以请你记得到时候参加的时候要提早吃晚餐啦哈，要不然就带一点这个吃的来，才不会饿到哈。好，除了投影片这些提醒以外，牧师再做1-2个补充。第一个是我们手上有这一张蓝色的会友名单。那我们这一次小会特别做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整理，就是说我们教会大概会友名单分3个阶层，一个是平常正常在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会员是第一层；第二层也是会员，但他可能工作、他读书或是身体状况或是年纪大不能稳定的参加聚会，我们把它叫做不可抗力。那不可抗力也是我们会员之一啦，只要出席都算是哈。所以这2个类其实只是一个权宜的措施，让我们那个人数不会说哇，那个人数太多，现在要过半才能成会。但是那个叫做急在人不在的，就是真的，他暂时把它放在那个架子上面它等于算是不是正常在聚会的会友。我们请弟兄姐妹大家看一下那个名单，你的名单有没有漏掉，或是安排的位置你觉得好像不大适合，你可以给办公室调整哈。有2个拜托，第一个是我们请小组长帮忙你查一下，在这些会员名单中有没有是慕道友的，或是他已经受洗也在领圣餐，但是会籍不在我们这边，这个叫做慕道友，跟客籍就是当客人在我们当中了哈。那我们是要能够名单把它记录起来，成为我们的慕道友的名单、客籍的名单，也成为我们关心对象哈。如果有这样名单，你不在我们这边，但是牧师有寄那个电子档给大家，请大家看一下，有你的小组有新增加的这些新朋友啦，有稳定在聚会的名单，能够提供给教会，让我们增补下去。第2个更重要就是弟兄姐妹，如果当天23号你不能出席的，能够给小组长做一个登记，说要请假，因为请假我们可以一个弹性措施，就是说请假的人可以把那个名单排除，让我们人员总数不会那么多
这样我们当天出席的人数才能过半。好，我们这个长老教会的一个规矩就对了啊，请大家一起帮忙哈。那我们周报里面呢，因为刚刚有提到哈，因为我们在春节前就印好了啊，所以呢有些报告消息，比如出席啦，还有我们的奉献都没有办法登录哈，要到下礼拜才补登啊，请大家也到时候要注意看啊，你的奉献跟资料有没有在里面这样子啊。我们等下请我们在聚会完，我们先留下几分钟，我们为第2月份的寿星来庆生，我们再结束。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唱诗歌完之后，请夏牧师为我们做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尊崇你，我要天天尊崇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在新的年度赐下平安、喜乐、健康，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请做默祷，我们预备来做庆生。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在2月份哈有好几十位寿星，我们在场的寿星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然后请元珍姐来吹蜡烛哈，我们一起来唱。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快乐。英文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元珍姐寿星代表吹蜡烛，好，来预备，好，拍手拍手，感谢主。好，我们来为寿星来祷告祝福，再结束啊哈，来，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在新春的喜乐当中，我们为2月份的寿星献上感恩祷告。神啊，愿你让他们有丰盛从神来的祝福，在春节的喜乐当中，他们在生日也同样从亲友、从大家的代祷当中蒙受神丰丰富富的恩典，让他们身心灵都得饱足。感谢主，也求你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中，让这些寿星走在神恩典的道路，让他们所行所做所说都能见证神奇妙的作为，也是赐福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喜乐的灵，也从神赐下美满幸福的家庭。感谢赞美主，我们也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一起在这边聚会，特别我们主日学小朋友他们没有上课，看到他们很可爱，参加我们大人的礼拜，真的是心中满满的感恩。也赐福这些小朋友准备要开学，求赐给他们在开学的学习过程当中更加健康、更加喜乐、更加有智慧的神的祝福，也是我们每一位大家回去的路程都平安。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给隔壁祝福一下平安喜乐，好，谢谢。